你自己咧喺嗰個3到12歲嘅時候，因為有需要戴眼鏡或者係有啲整親個頭，戴眼鏡冇，但係頭部下巴算唔算咧？受過啲傷。係。就13到22歲咧嗰段時間咧，就自己喺呢、個長者方面咧，特別阿媽嗰邊咧，女性長者當中有冇係有啲明顯嘅醫療情況出現？ 13到22歲，即係86到96。有。我媽媽入過院。係。跟住就你自己喺嗰段時間13到22歲，有冇認識一啲自己特別中意嘅？有。呢個人咧喺你23到32歲嘅時候，有冇比較大嘅問題？即係喺嗰個雙方關係或者對方嘅話細分。雙方關係肯定有。有問題啊嘛。係啊。係咪？反咗。係你23到30嘅之前。都唔係。22歲之前其實。即係當時識，當時冇。都唔係。隔咗可能3年到啦。即係你13。但係肯定係22歲之前。內啦，即係13到22歲之內啦。係。跟住你23到32咧，又有冇一啲關係好嘅男朋友係你嗰陣時有明顯大嘅問題？即係雙方關係或者對方曾經有啲明顯嘅事情在損失之類。關係上邊咁你結婚算唔算咧？結婚有冇係一個比較難嘅婚禮，或者係婚前婚後一啲大啲嘅問題？到32歲先翻嚟，32歲嗰邊即係06，05。婚之後，如果係05年之前就肯定冇，就冇話潛在上邊雙方關係或者對方嗰個事業潛在。有印象？前應該冇。你同佢嘅父母相處有冇？冇好大嘅問題，但係冇即係唔算話冇明顯問題啦。咁對方嘅父母喺你23到30歲，佢哋個健康有冇問題？之前96到06。96到06。父母。夾唔夾我啦？都有。佢媽媽。就嗰個問題咧，有冇係一啲影響行動嘅情況出現？冇。OK。你自己咧喺23到32歲咧呢段時間，有冇係
三十歲。有。白頭車啦。